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阮今仔日遮尔好的天气，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参加敬拜你。特别是阮特别伫今仔日纪念阮的信仰的先辈，伫混乱、教会腐败中间，搁一摆得到你的圣神的帮衬，助阮行伫你所爱阮行的路。对宗教改革来恢复阮对你的信仰，对圣经的信仰。阮伫遮感谢，阮也恳求你通过阮所想、所分享的，会利益伫阮的信仰，互阮成做心得清义，也是你所听的件事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日10月30日咯 ，Halloween 啊！阮咱里吼，迄装个 Halloween 个装甲真正是，我看逐个敢若共足侪钱。阮早起出去行咯，啊有一间厝安尼，外口装足侪哦，啊行对遐过吼，啊人个空气若活去吼，啊一个迄机器会叫声出来，我惊一个你知道？真正咧，安尼迄落规啊声安尼怎出来？阮要倒转来的时候，阮去遐跳工甲叮当啊，吼啊干甲足侪声。10月30日有一个搁较要紧，对咱基督徒来讲哦，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。1571年的10月30日，迄个时阵天主教一个修士，伊还佫毋是神父，是修士那定。或者 Martin Luther 这个名哦，咱若讲 John Calvin， 咱讲拢约翰加尔文哦。我拄仔学英语，学知影讲吼，迄因的姓拢伫后壁吼。咱应该你若照安尼，就是马丁路德咱台湾的教会拢讲路德马丁。我要问阮老爸讲是安怎拢咱安尼？伊讲迄是宣教师吼。因知影讲咱的姓囥伫头前吼，所以甲大家讲，即个就是路德马丁，迄路德是伊的姓名顶，所以我对细汉拢讲路德马丁讲惯势啊。我即马今仔讲到大概我若讲路德马丁，我就安尼大汉的，其实是 Martin Luther 安尼才对啦。不过不要紧啦吼。我有写伊是即个时阵的人啦吼，伊伫10月30日迄日，伫德国 Wittenberg 一间教会头前钉95条，我相信恁真侪人知影即个嘞。95条，伫质问迄时的天主教的信仰，迄个时阵敢若天主教尔，迄因的信仰，因所做的毋对，伊拢根据圣经哦吼，95条伫质问迄个，咱逐个拢讲伊。宗教改革是1517年的，1517年10月30日开始。其实伊对1500年吼，迄个伊诚做伊读圣经了吼，伊就知影教会的即个做真侪传统真正拢毋对。我较定会小可讲过来的吼，伊真早毋是即日才去想到，去定迄95条。这95条，伊一定想足久啊！要创毋创？因为迄个前有真侪人往那对教会提出质问哦，拢往掠去用烧死，你敢知？所以迄个时阵，你要做这个代志，爱足有勇气，佮足有秀，你才会当安尼做。马丁路德马丁这个人哦，照我读伊的传记，伊是足神经一个人。伊伫少年，伊本来要做律师，有一日甲伊一个朋友吼，落大雨的时，因伫外口行降雷啦，雷降落来吼，伊甲伊的朋友行做伙哦，伊的朋友去互人雷降死，拄伫伊的边啊，对伊来讲是足大的冲击。伊安尼吼，你甲想象，若是你甲我，咱。两个行做诶，伊讲落伊死去，我无，我徛伫遐。你对迄冲击你安怎？迄个代志影响伊一生，伊变做足神经质。伊对迄个时阵开始吼，
伊感觉讲这是上帝留伊的活命，伊就爱替上帝做工，所以伊律师歹做啊，去入去修道院做修道士。啊，伊吼，因为伊安尼吼，伊足拍拼读圣经，啊，伊吼，佫定定感觉家己有犯罪，啊，一日到晚拢去找神父，去甲神父讲 confession， 迄个天主教，我确定会讲天主教的 confession 的代志，因去认罪哦。咱的认罪拢伫遮基督安尼认罪，我确定嘛会讲着。伊拢去甲遐伊个做 spiritual instructor， 就是伊个灵性方面的指导者，一日到晚去找因讲伊犯罪，找到吼阮牧师做牧师，感觉讲这真要紧，毋过若拄着迄个一日到晚来遐，干那安尼想的，就来讲伊犯罪要回，伊有去想，伊想着啥，伊就讲伊犯罪安尼。迄个伊个 spiritual instructor 互变甲安尼，半暝若想着嘛爬起来安尼。伊是足圣经一个人，所以伊读圣经足拍拼。伊读罗马书甲加勒泰书，对罗马天主教迄个时阵一寡教会内底咧做诶代志吼，伊愈看愈袂爽，这都毋对咧。第一大诶代志就是赦罪权，咱大家可能捌听着。赦罪权，迄阵啊，教会要起迄个罗马迄间大间教会，咱若捌去罗马人迄个 Saint Peter Cathedral 迄间哦，用足侪钱啊，无钱，因发一个迄个天主教有信讲哦，人若死吼。你若做歹代志，你袂随去地狱啦，你会去一个所在哦，做 purgatory 炼狱，你的灵魂会藏走遐。啊，上帝会讲哦，你伫世间做啥物代志吼？你伫炼狱都爱住偌久？炼狱是足艰苦的所在啦。迄是会使讲是地狱的先修班啦，你著送去遐吼。你去遐若较差不多咧，你著会使上天堂，若袂使著爱落地狱。所以教会迄阵啊，发一个迄落出来讲，你若来买赦罪权吼，譬如讲张信义翘去去伫炼狱的内底，伊会使甲因某讲，你若来买赦罪权吼，恁翁吼会当较早离开地狱，会当较早保释出去啦吼，安尼，即款的信仰吼，咱听起来感觉哪有即落代志迄个时阵啊，有人会信咧，罗丁马丁讲这毋对嘛，伊读耶稣的一句话吼，两则圣经对伊即个改教是足有影响足大的，比加勒泰甲罗马甲加勒泰两本册，一句是耶稣讲的，耶稣毋是伫迄个，这是行迄个约翰讲的，伫约翰第6章28、29、29节，这是耶稣讲的，是耶稣讲的吼。有人问耶稣讲，要完成上帝的工作，阮着做甚物？这是新约迄个台湾的圣经安尼翻哦。伊讲，阮若要完成上帝的工作，阮着做甚物？耶稣应讲吼，信上帝所赐迄位，就是伊啦，就是伊家己啦，吼。信上帝所赐迄位，就是做上帝的工。所以罗丁马丁直接讲，信就是做，吼。所以信就是做，这是真要紧的一点哦。伊佫读着保罗伫罗马书第1章第17节，保罗伫遐咧讲福音是啥？伊开始是讲我无掠福音做见证，伊讲福音是真有气力的物件。伊佫落去讲，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，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义人对信来活。这两则圣经吼，是罗丁马丁开始想到，人会得到其实对信称义。这是真要紧，伊的宗教改革是真要紧的一个神学的物件。
咱的得救是对神。咱今仔日读以弗所第2章第8节到第9节，保罗嘛是安尼讲，这是圣经内底讲的，这拢无毋对。吼，伊讲对神啊，勇巧面是比罗德马丁有较慢淡薄啊，总是因两个做伙的时间嘛袂少啦。所以伊有受罗德马丁的，伊嘛是讲，伊嘛是咧注重讲，都爱佫倒转去圣经，都爱倒转圣经，神的情义。啊，勇巧面是长老教会创始者，伊是长老教会创始者吼。因两个所讲的吼，因两个拢讲所讲，人得到赦免，人得到称作义，是对神，这拢无毋对啦，这拢无毋对啦。是真啊，咱拢是受益的人，受这个利益的人。总是吼，因两个吼，足强调一个吼，地教吼，对新教咱的后代的教会影响真大，特别是对这离开天主教这新教的人，对你我，因面对天主教迄阵啊，真济像下水管即个代志哦，下水管即个咧引起足济晦气呢。我读到会史的时候，我有读到讲，迄阵啊，咧人迄头脑就是安尼，若用歹去哦。下水管是讲你若买下水管，啊，你的亲人就会当离开联合。安尼吼，我即摆若犯罪吼，后摆阮囝孙仔嘛会当买下水管。所以我吼，因迄阵啊也无银行哦，也无迄落，所以对，譬如讲对德国收的下水管的钱要摕去甲罗马吼，拢嘛爱经过陆路，有一群人吼，就在路边等，知影讲钱对遐过，就去抢，这就抢了吼，迄个钱摕来吼，我再搁摕一部分来买下水管，我就下面啊，下面了搁来抢。规个为着这下水管，规个本来无即落乱哦，加乱出来。所以你甲看路顶、马顶底下看到即落，伊讲这都毋对你看变遮侪问题出来。所以因直直讲，咱爱靠神得到救因两个吼，老实讲有小可较伤过头去强调这，所以影响的所教吼，咱老实讲，咱新教吼。较无伫注重行为这方面，我有两个真大的影响吼，甲咱普通咱爱反省的所在。头一个吼，我想，我知影我今仔日若无注意，讲到互恁大家困扰了，因为这拢讲神学的代志吼。我头一个我要说明，我先讲一个我足侪年前看到一个卡通吼，来画一个漫画，迄是吼。一个少年的徛伫遐，穿袂歹哦吼，徛伫遐，一个因老爸徛伫伊的边仔，迄是放荡主甲因老爸啦吼，放荡主甲因老爸，放荡主转来啊吼，甲因老爸伫遐，下骹写，恁会叫放荡主转来时，因老爸足欢喜甲接吼，开 party 抬牛啊，请的吼，耶稣迄个路加15章遐放荡主转来，足欢喜的，抬一只牛啊开 party。迄个卡通的下骹写讲老爸甲因囝讲吼，下囝，我已经替你杀3只牛啊呢，你是当时才要开始做工啦，真趣味的卡通哦。你转来真欢喜啦，欢迎你转来啦。我杀3只牛啊呢，你还阁毋做工，你一日穿水水，干那伫遐讲我转来，你转来是要创啥？因为这个卡通互我。感觉要说明这真好说明啊！神的情义哦，咱来对这个放荡主来讲，伊伫遐饲猪的时候，伊想到因老爸，伊相信伊若转因老爸的所在，伊的问题就解决啦。伊有迄个信好，伊行路转去，老爸原来互伊稳定，甲伊接收转来。甲你开 party， 佫落去吼，你袂使一日干多安尼跳，讲我转来，你转来要创啊？你转来食了米的，你转来要创？放荡了后，你敢若转来，然后要创？悔改了，
爱有行为啦，悔改了爱有行为。咱无可能好甲讲，互上帝无甲咱接纳袂使。即个囡仔去将因老爸财产开了，伊转来伊无资格呢。老爸该接受的是完全是恩典。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。咱无本钱通甲上帝讲，我有甲你做礼拜，我有甲你献金呢。我捌听着因台湾吼有一阮爸的朋友好野人，即阵台湾的好野人，因兜我是外心善的。伊甲阮爸讲一句话，讲吼，阮即个人讲，若讲1/10的现金哦，上帝还阁欠我，安尼讲呢？我感觉吼，这实在是，我毋知伊现金偌济啦。人伊讲，若讲1/10的现金哦，上帝还阁欠我。例如咱无本钱通讲即落话啦，咱无本钱通讲即落话。咱的得救完全是对上帝恩典无毋对，总是得救了后，你的行为爱出来。伊的，其实保罗吼，保罗伊讲神对称义，保罗讲上帝恩典，神对称义迄个观念嘛是对保罗罗马书甲加拉太来的。总是保罗嘛写真侪叫人都爱做好事的代志呢，特别是提摩太甲提多，迄是保罗甲即两个少年牧师，伊要安怎牧会？伊真要紧，伫迄两三本册内底，伊直直讲着爱做长老，着爱安怎？伊真清楚伫啊，拢总是行为的代志。其实哦，你甲想倒转去吼。咱今仔日哦，咱捌福音嘛是啥？咱真侪册通通看，册店，咱即摆 YouTube 啥物开拢真侪。就是你甲想讲，迄个时阵初代教会，遐个基督徒，因讲因接受即个耶稣基督，这是真理。迄个时阵也无印刷，也无册，所有的保罗写一张批。叫人送到教会，毋知偌久才会到，迄是完全无法度。唯一会当讲，阮所信即个耶稣是甲别人无共款，除了行为以外，还有啥物办法？伊要安怎讲？要对偌济人讲？总是因若真正是一个听的团体，伫迄个社会做模范，互人看。因的团道理敢若一步人，敢毋是？所以保罗伫批的内底嘛是真要紧，伫遐讲爱行为。信耶稣是一个决断，无毋对。我顶礼拜讲的，耶稣讲若要对我，也是未嫁。咱拢讲好，我要对你，这是一个信仰的决断。过落去咧，你有业啊无？这是行为呢？这是行为，敢毋是？我安尼讲吼，毋知对啊毋对吼。我有感觉，咱伫福音伫台湾真歹传吼。一个理由是吼，咱甲东方的人啊，无拄是干那台湾人，东方的人讲，这上帝恩典是白白互你，你拢毋免，拢白白互你。咱对细汉就互人教讲，食人一斤仔，嫌人4两的吼。白白即落物件吼，你看慈济吼，慈济恁做功德，恁钱摕来就是做功德。啊，咱耶稣讲叫你正手做，毋通用倒手使。啊，咱传道理加诚歹传呢哈。我毋是伫complain，这是我家己的想法。那假使讲吼，我若做功德，啊，你若安怎，要下罪愿都会使入天国。检彩。要传道理，敢若会较简单呢？这是我后白想的哦。你毋通讲我安尼讲，我无迄个意思哦。总是真正我想，白白得到这吼，这真，你若定定互一个朋友请吼，你会请甲起歹势，是安怎？你会起歹势？伊有才调请你，你无才调请伊，白白得到的，咱大家拢真艰苦，敢毋是？
因为路顶马丁哦，伊看行为看足无要紧的。伊捌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雅各书咱的教会，即几对教会册到即马拢伫查经拢看雅各书。伊讲雅各书吼，即本册内底吼，拢总无福音，因为内底无讲神得称义的代志，有影拢无。啊，拢讲着爱安怎做行为的代志，所以路顶马咧讲，即本册开始的时候，迄阵啊，伊拄啊开始的时候，批判足强的。伊讲即本册吼是稻草 straw 就是你收割了无路用的迄，意思就讲即本罗马雅各书即本无路用。伊尾也有修改啦，可能了有反省了，讲上帝。上帝话讲无路用哦，伊讲了有哪歹势法，伊有修改，毋过拢无人会记伊修改。即摆逐个拢敢若会记讲伊安尼讲过，安尼来定。所以吼，这话有时啊讲伤迄落吼，讲伤极端哦。你尾啊悔改哦，人逐个拢记你歹迄阵啊讲的。路顶马咧真正安尼讲即本册无路用，这是真毋对的代志。决断真需要有影。总是决定了的行为真要紧，悔改认罪了，爱有行动。啊，这也是我第二点要讲的，认罪甲做工行为这个代志。路顶马顶有过一个真要紧的神学观念吼，迄个时阵天主教的人，因要祈祷上帝吼。拢爱去找神父，要认罪，啥拢爱去甲神父，因叫做告诫啦吼 ，confession。啊，咱新教的人拢想讲，啊，因安尼毋对。你若要伊路顶马顶有一个真要紧的神学观念哦，做所有的基督徒拢会当，咱所有的基督徒拢是上帝所拣选的，咱拢是祭司。你知影以前个摩西时代，祭司对上帝咧献祭。伊讲咱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已经称义，咱逐个拢是祭司，咱会当直接甲上帝祈祷。你要认罪，你甲上帝认罪，你毋免甲人认罪，这拢无毋对，这拢无毋对吼。啊，我伫做牧师的中间哦，咱台湾人会礼拜敢若较无。阮有一个宣调，大家做伙读哦。啊，了后伫迄别人的教会哦，有一个 prayer of confession， 大家做伙牧师互我牧会中间哦，敢若写 prayer of confession， 我逐礼拜都爱去想看啊，当要安怎啊 prayer of confession 嘛，袂使写甲伤咸呢吼。你爱写甲安怎，大家读起来安尼小可会当接受安尼吼。啊 prayer of confession， 大家做伙认罪，认罪了吼，有一个叫做words of assurance 是保证，保证啥？牧师会读一章圣经，保证讲上帝赦免咱认罪，上帝赦免咱，这是真礼拜的仪式的一部分。保证了啊，就煞。啊，咱咧讲天主教会去告解吼，去 confession 甲神父 confession 咧，咱因后壁还佫有一大堆物件，咱神教拢无讲。神教拢无讲，真正拢无讲。因毋是无理，因你去甲神父讲了吼，神父吼会甲你讲上好，你安尼认罪，上帝赦免你。啊，过去吼，神父会甲你讲吼，我爱你创啥？因有一个名词是英语的吼，拜托你去创出来好无？或者吼。Corporal works of mercy，corporal 是肉体的意思啦。肉体爱去做一个慈善的代志，神父会甲你讲，你有犯罪好，啊上帝赦免你。你即摆出去了吼，你爱创啥？你爱创啥？你爱去帮助人，安尼。迄吼，我毋知影要中文毋知要安怎翻吼，我去找Google吼。天主教因的教会内底，中文翻做神爱情，
先爱情哦，爱情，咱有一句有中文有一句迄个成语说爱情务实是无？爱情务实就是你看人伫艰苦的时候，毋通安尼。讲是要帮助人，总是心内讲着你啊吼，着你啊吼，安尼，你知影我意思无？哪像人伫艰苦的时，你毋通用迄落安尼，真轻浮的，真看轻人安尼款态度去对人。爱情本身的意思是自身的爱是用保罗的话上简单啦。保罗有讲，较欢喜的送较欢喜，甲啼哭的送较啼哭，有无？爱情就是甲啼哭送较啼哭。你做毋对吼，伊叫你都爱出去帮助遐个有困难的人，这是真要紧的一部分咧。这是因天主教，大家有安尼做也无我毋知啦。总是伫因的要理问答的内底有安尼写讲神父会甲你讲，你爱去做 corporal works of mercy， 你爱去做一个慈善的物件去帮助人。啊，这是要创啥？你类，这是要甲咱讲哦，人做了，毋是讲上帝甲咱下面啊，就凊凊彩彩啊，就过去啊。我顶礼拜讲迄个廉价的恩典有无 ？cheap grace。你若将上帝恩典安尼用吼，真正是 cheap grace。总是真正你做毋对了。上帝甲你赦免，总是你搁去做迄个神父搁叫你去做一寡慈善的代志，迄要创啥？一方面是补满你的罪所做成的对别人，譬如讲有去伤害着人，吼，你去做慈善的代志，去帮助人，一款补偿的迄个。你毋知捌经验着？我有时啊做真正做毋对，我家己知影毋对吼。会人安尼亲轻甲我讲，上帝赦免你，我有那袂平安，你知影无？somehow心理上，咱感觉咱有亏欠，啊，咱爱去做一寡代志吼。当然，做这个慈善的事业。毋是讲安尼，上帝就会我就是做安尼，上帝才赦免我，无即个意思。总是我的意思是讲，咱犯罪，上帝赦免咱了后，咱爱做一寡有利益别人、有利益上帝的教会的代志，来补满咱所做的毋对。我用上简单的咧啦，彼得，咱知影彼得伊耶稣顶十字架啊，3摆毋认耶稣了。伊尾啊真拍拼传道理哦。我讲伊咧拍拼传道理吼，遐尼拍拼传道理。照教会传说是讲彼得上尾啊，互人掠去顶十字架。啊，伊甲人讲哦，我无资格互恁顶十字架，因为我的主是安尼互顶十字架。我无迄个资格通亲像伊顶是不是？伊要求人家颠倒头顶，有影无影我毋知。若有影安尼的时候，我相信甲伊3摆毋认耶稣有关系，敢无？伊是一款补偿，保罗就好啦。保罗嘛是安尼，保罗咱看伊安尼传道理传到安尼，差不多咁批命拢无咧顾啊。这甲伊悔改以前去分别遐基督徒，敢无关系？伊这敢毋是感觉伊过去所做的亏欠上帝、亏欠教会，伊尽伊所会来做来补满，这真水的代志咧，真水的代志，这咱拢看会到。悔改需要有行为，袂当分开。伫马太第3章第8节，真侪犹太人去找加西利约翰，
伊问惊说约翰讲，阮要安怎才会当得着救？迄阵啊，耶稣还未出来。惊说约翰甲伊讲吼，恁着结迄号合地反悔的果子，结迄号合地反悔的果子。新约的迄本圣经，台湾的圣经会翻译讲吼，恁着用行为证明你有悔改。你着用行为证明你有悔改。我伫大学的时候，足尊敬迄个 Albert Schweitzer， 史怀哲，恁知影即个人嘛吼？伊是迄个时代迄个巴哈的音乐的权威，是神学家，27岁就做神学院院长，是哲学家，佫是医生。伊30岁的时，伊咧做神学院院长啊。30岁的时，想呢，讲要去读医院。读医院要怎？伊讲伊要去非洲做医疗团队。大家连教会大家拢讲你咧讲笑，啊！你著神学院院长好好做，你是安那？伊不管，伊去读医院，30岁才去读医院，头壳真好，37岁毕业。伊伫1912年真正款的，伊在欧洲会当赚足侪钱。伊款的去非洲，伫遐家己起病院，啊，伫遐做医生。啊，伊的太太是一个麻醉科的，嘛是医生。两个夫妇去遐做宣教师。伊到1965年过身，1912年到1965年。伊转来欧洲几若摆，毋是转来佚佗，伊拢转来欧洲开音乐会，趁一寡钱，佫摕去遐开病院。为什么伊安尼做？伊伫伊一本册，我迄阵啊有中文的翻译，叫做自传，阿伯许爱做自传。迄本的英文的名是《Out of My Life and My Thought》，伊就是讲我，就是伊的生涯的迄落啦吼。伊即本册内底，伊写讲哦，伊看到欧洲的遐白人去迄个殖民，因的殖民政策吼，安怎去剥削遐非洲的人、遐土人？伊感觉咱欠这的人，咱真正，所以伊讲吼，伊有迄个背景。是神学家、哲学家，佫是音乐家，佫是医生。伊去非洲，拄仔要去的是，连教会嘛毋甲派呢。因为伊做神学的，伊读神学，写一寡神学的论文哦。对迄个时阵的教会来讲，伤过自由，啊，因讲袂当信用伊的信仰，无爱甲伊派做宣教师。是伊经过迄款，伫迄本自传内底拢有写，总是伊。迄个火热的心讲，伊要去啊，为着什么？要补偿白人对非洲遐人的过去殖民主义的剥削。这伊伫1952年款摕到Nobel 的 Peace Prize 和平奖，伊将所有的钱佫摕转去咧经营迄间病院。因为这个人，因有感觉为了亏欠，因毋是干那悔改呢，因悔改了有行为，迄个行为是真可敬的、真宝贝的物件。我今仔日讲真侪行为的代志吼，我伫遮要甲恁讲真清楚讲哦，我绝对相信咱的得救是上帝恩典。毋是因为咱的好所行，佫较毋是会当用钱买，无即个代志，绝对无。因信称义真要紧，总是用咱的行为活出上帝的公义，甲上帝的听，迄嘛是真要紧。你会记得伫约翰第8章，耶稣甲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。耶稣甲伊讲，甲遐人讲，恁若无做人，甲伊会使甲伊点石头，
无人掂。后来尾啊，敢若剩耶稣甲迄个查某人伫遐。耶稣问迄个查某人讲：啊，出人拢去倒，因拢走啊。耶稣甲迄个妇人人讲：你嘛通啊转去啦，总是毋通搁犯罪。什么叫做毋通搁犯罪？毋通搁犯罪是伊转去厝，全坐踮遐，拢总莫做代志，安尼倒。啊，咱一句话讲多做多错，少做少做。啊，我若拢无做，就袂错。啊，就毋通搁犯罪，我就拢卖倒啊，住厝里坐安尼，毋对啦。雅各第4章17节，咱即个拜三的查经会讲到即节。伊讲吼，人知影着做的好事，无去做就是犯罪。叫你毋通犯罪，毋是叫你等啊坐了拢莫做代志。迄个的积极面是啥？迄个积极面上，你毋通搁犯罪，总是你积极去做好事。干啥呢？人知影着做的好事，无去做，都是犯罪。所以反面就是，那有机会通做好事，就爱做。保罗伫加利太第6章第90到第10节，我拄仔讲神的称义是对保罗来的，这是伊讲的。伊讲吼，做好事毋通想善，若无灰心死教，就通修成。所以无论什么时阵，就把握机会对正人行好事。这保罗写。我要结束这个讲道，我用咱今仔日所读以弗所第2章第8节到10节新约的圣经，我用安尼读，记真清楚啦。伊讲，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得着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拢袂当夸口，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，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，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。咱来相下记得。特别是感谢你，互阮通过这个真要紧的节期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。互阮搁一摆想，阮的信仰甲阮的行为的关系。阮常常误解，常常看你的恩典做真粗俗，总是你的恩典是对你的独生牺牲你的独生囝伤思愿的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你的圣神帮助，把握机会做好事。实行阮的信仰，听叹你的教示，互人对阮的行为看出阮是你的学生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